全垒打！举起您的双手，胡金龙，全垒打！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，中华健儿已经连续的赢了2场。那今天晚上跟日本队在 PK 哈，那我也期待我们中华健儿今天晚上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，希望能够赢日本啊，成为预赛的第1名哈。那因为日本他的那个亿万团是代表日本，那我今天晚上特地准备了亿万团，我要把日本把它吃掉。希望我们中华健儿能够大胜，耶！加油！134到137小巴掌，小巴掌，小巴掌，去唱小巴掌哦，都会拿冠军给我们要上小巴掌，让我们中华健儿能够打赢日本队。中华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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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密气，希望大家吃完御饭团之后呢，相信，那么那个杰哥加油了，杰哥。